現在甲粿嘅東西，經濟落了一條就甲粿落，兩種來配咧，真是無樣好食。你識字啊？落咗甲粿落呢，非常容易嘅。咱準備落條烤條配嘅甲粿，再來加一碗這個黃椒粉，再來加啲這個菜脯粒，加這個豆丁腐，一碗有咩就好。甲粿烤條配做成薄片，再來個寫刀做成這個膠絲，放到這個碗度賣。加入豆精กับ菜脯，一碗椒粉，再來加啲鹽，調味呢啲嘅荷露，再來加啲雞精，水呢就是碗半水，一碗椒粉碗半水，用人自己倒呢，給辣辣椒。揚到油熱，咱個搖兩枚絲加落去，當水火呢還慢慢蒸了，用人自己枚絲就給打呢，蒸到整面定興呢，咱再來擺。再用人自己絲呢，給打薄啲嘅，這樣就生明金呢就好，是咪做法非常簡單？再就先要給搞成一條，再用人自己搞到呢，給加，你來用這個鹽就好食，真是無樣好食。